Hello，大家好，又嚟到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 時間。今集我哋會為大家深度客觀拆解市場大戶點樣喺背後佈局，保證你睇完可以避開大跌市陷阱。我哋跟住睇下比特幣嘅圖表走勢，呢個係最客觀嘅市場數據。上個禮拜比特幣個價位精準咁升到去74,200美元，然後就急急腳下挫。點解會喺呢個位跌？因為74,200美元正正係之前嘅年度低位，形成咗一個極之強大嘅阻力區。價格去到呢個位就好似撞埋一幅厚厚嘅石牆咁，完全衝唔破。有分析指，當比特幣試圖突破呢個74,000美元嘅阻力位失敗之後，大量嘅買單就開始撤退，價格隨即開始回落，單日就跌咗超過4000美元。而家比特幣嘅價格仍喺度50日移動平均線附近掙扎。如果今個禮拜未能企穩，我哋好有可能會見到價格進一步瀉落去65,000美元嘅區間底部。萬一連65,000美元都守唔住，市場好大機會出現所謂嘅三段式下跌，最低可能會直接瀉到去50,000美元，甚至更低嘅大戶黃金買入區。因果關係好明確，技術指標轉弱，加上跌穿重要支持位，就會引發技術性拋售，搞到價格連環下挫。歷史數據亦顯示，比特幣已經連續5個月出現按月下跌嘅情況。呢種連續5個月收跌嘅極端情況，之前只係喺2011年同埋2018年出現過。可想而知，目前嘅市場氣氛有幾咁惡劣。講下清算地圖，呢個係揭露莊家底牌嘅秘密武器。點解散戶成日輸錢？因為大戶專門獵殺散戶嘅止蝕盤。有分析指，過去30日嘅市場數據顯示，市場上累積咗高達60億美元嘅好倉，即係借錢買升嘅資金，但係買跌嘅淡倉就只有大約20億美元，呢個比例極之懸殊。因果關係係點？當市場有咁多好倉嘅時候，莊家或者大戶就有極大嘅誘因將個市推低。只要價格跌穿某個位，呢60億美元嘅好倉就會被逼爆倉平倉，產生龐大嘅連鎖沽壓，莊家就可以從中食盡利潤。所以由於好倉太多，今個禮拜我哋預測市場會有極大嘅下行壓力，大戶一定會想辦法將價格推低去收割呢啲韭菜。大家千祈唔好盲目追升。宏觀經濟方面，上個禮拜嘅消息簡直係連環噩耗。有分析指，美國2月份嘅就業數據出爐，原本市場樂觀預期會增加5萬個職位，結果出嚟竟然係減少咗92,000個職位，失業率仲急升到4.4%。呢個數據點解咁重要？大家要知道，美國經濟好大程度依賴市民嘅消費，當就業市場轉差，市民失去工作或者收入減少，代表經濟失去動力，隨時步入衰退。與此同時，大型科技公司例如甲骨文宣布大規模裁員，人數高達2萬至3萬人，原因係要用嚟抵消發展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嘅龐大成本。科技巨頭 Block 之前亦都炒咗超過4000名員工，呢啲裁員消息加劇咗市場嘅恐慌情緒。當散戶無咗份工或者擔憂前途，佢哋第一時間就會拋售手上嘅風險資產套現，包括股票同比特幣，所以呢個絕對係搞到幣市下跌嘅一大宏觀原因。但係搞到全球市場最恐慌嘅黑天鵝，其實係中東局勢。上個禮拜，中東戰火蔓延，科威特受到伊朗攻擊，阿塞拜疆亦加入咗戰爭，甚至有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要先解決伊朗，然後對付古巴。呢啲地緣政治危機令到原油價格短時間內急升超過12美元。卡塔爾能源部長甚至警告，呢場戰爭可能會拖垮全球經濟，油價最終可能會急升到150美元一桶。點解會咁嚴重？因為伊朗控制住霍爾木茲海峽，全球有25%嘅石油交易都要經過呢個狹窄嘅海峽。如果航道被全面封鎖，各國石油供應就會斷裂。卡塔爾方面亦表示，因為合約上嘅不可抗力條款，就算馬上停火，都需要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時間，先可以恢復正常嘅天然氣同石油供應。除此之外，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同卡塔爾3個海灣國家正喺度商討取消同美國嘅合約，同埋撤回未來嘅投資承諾。有大膽嘅分析甚至認為呢個可能係一個大棋局，目的係瓦解金磚國家，孤立中國，並透過控制委內瑞拉嘅資源同打擊伊朗嘅石油設施，確保美元嘅長期霸權地位。
如果呢個計劃成功，大量資金可能會流入比特幣同埋美元穩定幣。油價急升嘅直接後果就係通貨膨脹再次惡化。有經濟學研究指出，油價每升10%，通脹率就會被推高0.2個百分點。如果油價去到95美元一桶，通脹可能會急升到3.2%，甚至去到110美元嘅時候，通脹會去到3.5%。大家要知道，石油係所有工業同運輸嘅命脈，通脹高企的話，美國聯儲局就絕對無法減息，甚至可能要加息，資金成本繼續高昂。呢個因果關係直接導致投資者對高風險資產卻步，所以比特幣價格嚴重受壓下挫。歷史數據亦顯示，當油價急升嘅時候，雖然短期內資金會流入美元避險，搞到10年期同30年期嘅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代表需求下降，因為投資者長遠覺得法定貨幣貶值。但係比特幣對黃金嘅價格反而曾經最多升咗19%。呢個現象證明比特幣喺動盪時期逐漸取代黃金成為新一代嘅避險資產。有分析指，只要油價處於上升趨勢，採購經理指數通常都會處於擴張區間，而比特幣每一次都會跟隨大升。不過危機之中總有轉機，聰明嘅投資者會喺人哋恐慌嘅時候尋找機會。我哋跟住睇下最真實嘅鏈上數據。有分析指，雖然散戶因為睇到新聞覺得恐慌而瘋狂訂貨，但係交易所嘅比特幣儲備數量竟然已經跌到去過去6年幾以嚟嘅最低水平。呢個現象極之不尋常。通常喺熊市或者大跌時，啲人會將比特幣存入交易所準備賣出，令到儲備大幅上升。但而家交易所嘅比特幣反而越來越少，代表咩？代表有超級大戶、鯨魚或者機構投資者仍喺度暗中瘋狂掃貨，佢哋買完之後仲提走去冷錢包死揸，完全冇打算賣。例如有數據顯示，雖然現貨交易所買賣基金上個禮拜出現咗大約2億2700萬美元嘅資金流出，相當於3000多顆比特幣，以太幣亦流出咗9000萬美元，大約4萬多顆以太幣。但係有一批大戶喺價格跌到關鍵位嘅時候，一次過掃走咗3萬幾顆比特幣。呢種供應極度減少嘅情況，為長遠嘅大升奠定咗堅實嘅基礎。因果關係就係，當市場供應不斷減少，只要未來需求一恢復，價格就會好似火箭咁大升。講下機構嘅動向，管理超過6萬億美元資產，擁有16000名理財顧問嘅金融巨頭摩根士丹利已經申請推出自己嘅比特幣現貨交易所買賣基金。呢個舉動嘅潛在影響係史無前例嘅巨大。點解？因為佢哋有16000個專業推銷員，會主動打電話向富裕客戶推銷比特幣，將傳統金融界嘅巨額資金直接引入幣圈。此外，美國監管機構亦破天荒開綠燈，允許銀行持有代幣化證券。即係話，美國聯邦儲備局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等機構已經同意銀行可以將傳統資產放在區塊鏈上面，而唔會受到額外嘅監管懲罰。除咗比特幣，人工智能板塊亦係今個禮拜絕對不能錯過嘅焦點。有分析指，BitTensor 即係他姆幣近期推出咗新嘅指望62，呢個係一個極具顛覆性嘅人工智能寫程式平台。佢嘅代碼生成效能喺多語言代碼測試入面攞到96.3%嘅超高分，竟然可以媲美大型科技公司嘅 Claude， 但價錢平足足5到7倍，每個月只需要29美元。更誇張嘅係，呢個項目只係用咗1000萬美元嘅代幣補貼就開發出嚟。相比之下，另一個類似嘅項目 Cursor 需要290億美元嘅估值先做得到。他們嘅運作模式好似比特幣咁，透過發行新幣嚟補貼人工智能產品嘅開發，每年補貼高達1億美元。隨住人工智能技術日益普及，未來嘅人工智能代理人唔會去傳統銀行開戶口，因為銀行唔會服務非人類實體，佢哋必須使用加密貨幣進行自動化交易。呢個技術突破帶動咗市場對淘幣嘅實際需求，所以喺大市下跌嘅時候，呢類有實質應用場景嘅代幣反而有極大機會跑贏大市。至於今個禮拜嘅預測，由於宏觀經濟轉差、地緣政治極度緊張，加上高達60億美元好倉嘅清算壓力，比特幣同大市喺今個禮拜極大機會繼續下挫，試探69138美元。
甚至跌穿去65,000美元嘅支持位，大戶必定會利用負面新聞製造恐慌，推低價格去收割散戶嘅好倉。千祈唔好喺呢個時候開高槓桿做多，因為大戶隨時會掃平你哋嘅倉位，令你血本無歸。相反，你哋應該保持冷靜同耐性，將資金準備好，等價格跌到5萬至6萬美元嘅黃金買入區，先至慢慢分批收集現貨。鏈上數據已經清楚話俾我哋知，大戶仍喺度不斷買入。只要我哋跟隨大戶嘅步伐，喺市場最恐慌嘅時候勇敢入市，未來當宏觀經濟政策明朗化，或者地緣政治危機解除之後，市場好快就會迎來下一波驚天動地嘅大升。記住，投資係一場馬拉松，係鬥長命，唔係鬥快。保持理性，控制風險，先可以喺呢個殘酷嘅市場生存落去，實現財富增值。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